年我一直喺度學緊一個課題，就係即係點樣去令自己嘅情緒可以好啲咧？點樣去令自己可以脫離嗰啲情緒繼續行咧？係，我一直以嚟都係一個同自己講話要自己頂住啊，唔好放棄啊！即係我由細到大，因為我係自己一個小朋友啦，係啦，咁我冇兄弟姊妹，好多嘢我冇辦法同人哋商量，我唯有同自己做朋友，咁我就同自己講話頂住，加油 ，OK 嘅。但係呢一年我發覺有一啲 moment，原來我真係未必得喎，未必頂得住喎，未必係咯。後尾我好多謝今年有幾個朋友同我講話，其實你唔需要一定要頂住，其實你俾你嘅情緒釋放，哪怕30秒，係咯，即係唔好理任何嘅嘢，唔好理你係姜濤，唔好理本身你做咩職業嘅，你釋放嗰個情緒係唔傷害其他嘅情況之下，俾你。原來只怪在自己想下去 ，I do care， 係是誰都可給證據。幾多必須苦水，有時候也需擊碎，直正是難應對，寂寞是難抗拒，別氣餒，如在幸福可以自取，平和半秒，留神半秒，仍然進去。I do care。原來非錯在自己想下去 ，I do care， 而純粹出口很有趣，一點即使走上去時候會否不醉？若是遺忘了我，但面前還有你在這裏。再次重申，希望你哋每一位都可以揾到一個自己情緒嘅出口。